大家好，各位老闆好。而家咧就會帶大家去 MQ 就睇下啲單位。以我所知啦，或者到而家就至少成交咗70間㗎啦，所以咧 MQ 都值得我去睇一睇嘅。大家好，我嚟到 M 單位開放式，實用251尺。一入到嚟咧，就見到個開放式廚房，廳嘅位置都四方四正嘅。但大家睇一睇下景觀先，景觀咧望到遊艇、河景一帶嘅位置，獅子山嘅位置。跟住最後咧就係浴室嘅位置，浴室位置咧鏡都有開咗燈，非常明亮，幾光嘅設計，同埋上邊都有浴室寶嘅。好，我嚟到 K 單位一房，下飯廳，空間感尚算充足。開放式廚房，都係用咗呢個 Miele 嘅嗰啲焗爐煮食爐儲物空間咧非常充足。Miele 嘅牌子啦，海景非常之開揚，望港島一帶。去到房間嘅位置，窗戶嘅面積雖然比較細，但係咧望到海景嘅範圍一流。廁所嘅位置有浴室寶啦，幾光設計。J 單位實用326尺一房，咁嚟到呢個單位咧，最值得一提咧就係間房嘅。點解咧？究竟我一陣帶大家睇就知㗎啦。首先開放式廚房啦，Miele 嘅電磁爐焗爐儲物空間非常足夠嘅呢個。跟住咧客廳四方四正嘅，大致上個露台咧佢就食字就話請勿打開露台窗啦，咁我就唔打開俾大家睇下呢個景觀先。大致上都係望海景為主嘅，望港島咁呢度咧都未睇得好仔細。入咗去房間，哇！個景觀咧呢個先係最大賣點之處啊！嗰個窗戶嘅面積大到咧，可以睇到海景一帶啦，即係睇得郵輪一帶。想象下，如果晴天、大太陽非常之靚嘅。好，我哋轉一轉右邊。右邊咧，佢一房嘅設計呢度方面都喺間房間嗰個位置嘅。咁鏡櫃咧非常之明亮。浴室咧，雖然幾光設計，但係終於見到一間樓上咧，仲有浴室寶咁埋咧，牆身啲紋理咧極具藝術感、時尚感、現代感。嚟到 H 單位實用454兩房嘅單位。客廳哇，一入到嚟就已經望到海景。開放式廚房櫃個空間儲存量方面就相對地大啲啦。景觀方面都係海景成交咗70%細房啦。浴室大房到 P 單位兩房實用435尺，呢個係客飯廳位置啦。開放式廚房，景觀咧都係望銅鑼灣港島一帶嘅。兩間房嗰個極具賣點就係海景。去埋間大房睇一睇先。
室。樓上有浴室寶，通風系統一定好，企缸嘅設計。嚟到 A 單位3房1浴，俾大家睇下嗰個客飯廳位置先。非常之廣闊啦，都頗為大嘅。但係呢度咧要提一提，有個儲物嘅空間，放下嗰啲鞋襪啊。開放式廚房 ，Miele 電磁爐啊、焗爐啊。帶大家望一望個景觀，個景觀咧就望獅子山一帶嘅河景為主。跟住去到走廊位置，第一間房，第二間房，最後就係大房㗎喇。大房右手邊咧又有個主人浴室，就唔係企缸嘅。第二間浴室，戶型大致上完成啦。多謝大家收睇支持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